这里请来的嘉宾不是别人，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、头发长长的一个小姐。哎呀，这个小姐，曾记得当初与你初相逢。那我拍手了呀，有点。唱了你没听过，我咋唱不成？侬唱不成。请了一个嘉宾啥人？请了嘉宾嘛就有出门，就是那个原派传人，我们的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方亚芬老师，有请。哎呀，这位兄弟好。今朝压力，有父母官来了，有请。哎，那发言吧。方老师跑进来一种台风哦，气质到底两样。这到底你在讲？哎，刚刚伊来学侬像不啦？我觉得应该不像。不是，我这个跑专业，阿拉总不是大型的。哦，侬专的。讲起阿拉方老师呢，阿拉是语派传人，是阿拉这个知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的一个关门弟子。其实方老师和于老师的关系应该是老近的。马上就要失去。帮了刚刚就拿师生当中有啥个发生好不相的事情。其实阿拉观众朋友们才晓得，很不幸的袁老师呢，在不久前离开了我们。对，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想念他，也非常的怀念他。其实呢，在各大媒体的报道当中，都说袁老师是一个对艺术非常的执着、非常认真的一个先生。而且，因为他这种执着认真，甚至而平常生活当中，也把人家比较严肃的感觉。方老师，侬作为一个关门弟子，侬是感觉？侬看这面孔严肃得不得了。刚是我讲的，阿拉老师没开过门，也不存在关门。啥意思？因为他从来都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规定，就是说从来不收学生，就不收名义上的学生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说很多东西可能很多人收了很多弟子，但是他没有时间、没有机会去教他们，这种关系，你说是有名无实的。所以说我跟老师之间，我一直敬崇老师、尊敬老师。也非常喜欢老师，所以说同老师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这种师生的，有时候老师他会跟他的几个孩子都说，我们更多的像朋友。有时候实际上他平时是个非常风趣也非常幽默的一个人。侬不刚说阿拉应该不像，因为想看到于老师肯定。比方说我们那个何赛飞现在到滑稽剧团了嘛，对吧？那有时候我跟我老师开玩笑，逗他开心嘛，他就会跟旁边的人说：“哎呀，越剧院现在是不是缺少小花脸？要是缺的话，我这里有一个。”哦，叫我搞小花脸去。哎，他说有时候他会说。我看你晚上到滑稽剧团去吧。我跟我老师讲，老师已经有一个人去了，我再去的话，那是更加的滑稽了。这方老师呢，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善于开玩笑的一个我们的老师。这一点呢，也是继承了阿拉于老师的一个幽默。侬意思一个睿智。侬不要看阿拉于老师，有辰光是不苟言笑，但是伊生活当中，伊是一个极其有的幽默感的人。有辰光用老精辟的闲话，就道出了当中非常睿智的这么一个歌。有趟子，有趟子，要到北京去开文代会，那个是一个盛夏的时候，呢，进地铁，交关代表侪进地铁，搿只地铁没空调，热得来是不得了，三公样子蒸笼，把门一关，鸦雀无声。大家侪汗在汤汤的，搿个辰光于老师讲了一句闲话，引得人家哄堂大笑。哟，这个倒是全剧的。搿句话刚好是所有人，搿张天啥人讲拨我听的？王志刚老师讲拨我听。哦，伊写了报纸了。哎，阿拉看过的。刚呢，阿拉认识到了这个袁老师的另外一面。对，阿拉方老师实际上还是个呢，而且讲侬是内外不是很统一。也所以说人也是这样的，他有快乐的一面，越是快乐的女人，她可能也会有一种非常脆弱的一面。那么方老师啊，今朝机会蛮好，阿拉三兄弟呢也比较快乐，阿拉今朝3颗快乐的心要融化你这颗这个火热的心，更加快乐的心，让你更加快乐的心。所以我们要来一个啥个问题？极致问答，我们来问问。方老师已经讲过了，随便个呀，而且也相当的智慧，好，幽默风趣。阿拉啥问题侪要问。侬问，但是方老师，侬所有的回答的问题必须是真闲话，真心话，绝对是真心的了。哎，第一个啥？阿拉先问问侬，方老师，第一只问题，好，请问，你是一个万人迷吗？特别是对男人来说，你认为你是万人迷吗？在这么浅的水中，
要实话实讲，我只有3人迷。只有3个人，哪能叫3人迷？这个请我迷个第一个，哎呀，只有3人迷，3兄弟迷我。侬迷不啦？迷不啦？个瞎讲，我迷个，问题伊瞎讲啊。那讲侬那迷吧，到底迷吧？迷啊！但是绝对不只是3人迷，但是至少现在有3个人叫3人迷。阿拉我都3家4人。王老师，侬自家有种感觉，你对男性老少通吃有一种杀伤力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让他自己。侬啥子就？感觉我听上去有点贬义的意思。没有，我们绝对没有贬义，这是褒义，绝对没有。老少通吃是褒义。可能很多人啊，一定要集中精力，更喜欢我在舞台上面的形象。不，我欢喜侬生活当中。那就是你们3人里面的，就是平时对我本人的生活不是对西米来，他更喜欢的是在舞台上面的我，所以他说的是老少通吃的问题，就是可能在舞台上面。欢喜侬舞台上的形象。那么如果延伸到生活当中，大家就觉得侬就是讲有距离感了。这要这么说，他们喜欢我舞台上的形象，但跟我接触了以后，更喜欢我生活中的形象。还是承认了，对吧？还是欢喜生活当中，因为生活当中是真真切切、实实在在的我。喜欢舞台上这个唯美的形象，更喜欢生活当中他的真情流露，实实在在的性情中人，流来浓了。我老早应该是我先问的，侬晓得我今朝啥天介激动吗？啥天？方亚芬老师，以台浪向各种演技、这种艺术的表演，我相当的钦佩。第二，以台下头的卖相，我更加欢喜。一般的大家是应该神经质，我要铺垫好，要神经质。有辰光会得，哎呀，老开心。有辰光，有的面孔就背起。我发现方亚芬身上好像有眼神经质。就是讲侬问方老师有没有眼神经质？我觉得有。实话实说，真心话。一趟看到有面孔背起。实际上，我们演员在台上，一个是忘我的，一个是要有我的。就说你在。看你在什么角色里面，如果叫你演一个神经病，你在台上不神经病，你像神经病吗？我现在到现在想不通，我第一趟看到伊，我老阴茎的。哎呀，方老师，我吃个饮料吃了，不吃，这面孔就不吃。那么搿是伊不大开心的辰光，我不晓得呀。那么如果开心辰光，开心辰光都开心得不得了。哦，哪能讲呢？哎呦，就是表演，那侬表演这个王志刚老师，模仿的我认为也能模仿，谁好模仿？实际上，人要做个好演员，他必须要去看很多事物，要从中借鉴一点什么东西。等你哪天需要用的时候，哎，有灵感来了。如果你就像一个人，你存在银行里面钱，放在口袋里面，你需要用的时候，你可以随时拿出来。但是如果你口袋里面连钱都没有，你要用的时候拿什么去花呢？对，我们亚芬老师，我再随便讲一句，或者模仿着动作，让他猜猜看你在模仿什么。但是估计这里有20条左右。侬今朝为啥道理介开心呢？徐小林啊，这个是徐小林老师。有眼像，侬不要讲，有眼像。徐小林老师舞龙比较急，那么伊唱歌在歌位都唱了。有一只歌。男人啊漂亮，女人啊潇洒。潇洒漂亮，做衣裳不要做啥。哎了，讲了里面的就讲啊，讲了这个王先生。王志刚老师。阿拉王老师走路的，走路了，有点鸭子步。是吧？这两副把它稍微走两步，让他看，难仗自己。还是有一点其实从刚刚短短的这几句话、几个动作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方亚芬老师的模仿能力，绝对是一个神经。所以我也相信哎，我觉得㑚应该神经的，侬也应该神经啊。世界上大家侪神经的，可能是阿拉发毛病，毛病不好发的。对呀，我刚刚问题，我也有这问题，不能再起来了啊！我这问题呢，比伊拉稍微要粗刻点了，跟我先打个招呼了。还要再粗？不要紧，粗刻点不要紧，只要自家想好来问好了。阿拉方老师呢有个儿子，对吧？啊，方老师有个儿子，谁晓得的？但是方老师有辰光忙于工作、忙于演出，对儿子的照顾或多或少有一些疏漏，很少。这个问题就来了，侬觉着你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？不是。方亚芬为什么说自己不是称职的妈妈呢？广告后为您揭晓。或者你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？不是。
哎呦，我记到上期了。为啥不是？因为我基本上没有照顾他，都是家里面他爸爸去照顾他的。那么照道理你几岁了？妈跟儿子各种感情是老好啊，不舍得是的，是的呀。但有时候我很少碰到他，但是在一起还是那毕竟是有一种血缘的。怎么去？如果你觉得你给他的这份爱如果不够的话，侬是不是想过怎么去弥补这一份母爱？或者是我认为天下的母亲都一个样，所有的爱一切都是为了儿子，还为了孩子。可能现在他们不明白，将来他们会明白这个的。对孩子的爱都是无私的。平常光侬这个陪有啦。交流，但是交流的比较少，因为主要是他爸爸管的。你们知道，我们跟他爸爸不在一起。最想帮他儿子讲的闲话是啥闲话？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身体当心。我一直跟他讲，好好学习。没有别的，好好学习。你只要一好好父母对他的爱，只有他自己去体会，他才会明白。你说我父母怎么爱你，怎么爱你，那他不明白，说了也白说。我就说，我觉得这个东西，只有自己体会得到，才是真正的认识到。所以说，尽管我跟那个小孩不是经常在一起，但是我相信他会明白这个。方老师意思讲，你讲跟小人之间，他种血缘之情在那边，就讲交流都没少，但是心里面有他也相信儿子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母亲。对。好，接下来阿拉再来这稍微轻松点问，就是方老师，侬是马大哈吧？这个问题还问得出来？比较实际。基本上属于70%是。我不相信。70%个马大哈，我们就是属于是马大哈。我不相信，要举例子吧，来听听。那大么子当然是不舍得落脱的了。像前2天刚刚来了酒店上走了，人家打电还在大堂里面，那几号房间啥个充电器啊？不要了，没了。我这个人，人家说嘴巴里面还在唠叨着说。去进来嘛，回头看；去进来嘛，回头看，扫得远的，对，近路里向的么子没看。刚刚阿拉问到了，阿拉方亚芬老师在生活当中是有眼马大哈，不晓得侬辣这个舞台上向，辣艺术上是不是也有眼马大哈？搿呢，我帮侬讲啊，生活当中的马大哈，并不代表舞台上面的马大哈。舞台上向可以说基本。不是马大哈，基本上不是马大哈。那么，侬啥么措施侬能够让侬自家种忘记性了，啥不忘记？老仔细，老认真。因为台上我们做的是什么工作？我们面对的是谁？面对的是观众。对。这是我们做演员最起码的一个职业道德。而且在舞台上面很多东西都要自己做到心里有数。作为一个演员，一定要拎得清。阿拉讲不能马大哈。好，那么今朝阿拉三兄弟问了好几只问题，我问了4只问题。马上拿3个人也没背。我当侬讲，最好要有个见证人。见证人，帮侬讲，刚刚阿拉问了4个问题啦，其实阿拉侪有准备的，阿拉侪有爆料的人到现场的，所以侬刚刚讲了是不是真？恰了只要一问，这个人真个是真的假的，一问就晓得了。那么阿拉这个人要你请出来吧，请出来啊！那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优秀经理员樊婷婷小姐，有请。婷婷晓得。侬对了我都。亚芬妈妈，听到阿拉妈妈好。叫妈妈个，叫亚芬妈妈。啥关系啦？侬囡啊？那越节越人侪加做作啊，侪要搿能。搿关系搞那勿搭界啊！搿是伊找牢伊拉囡教啊。找囡找牢伊拉囡。就像人家跟牢小人养出来，跟牢。外婆才叫外婆。对啊，我是代表阿拉囡囡叫。那么代表侬自家叫应该叫啥？应该叫啥？阿拉关系好像关系比较复杂，蛮混乱的。那不是啥道理呢？因为我觉着叫伊老师呢太严肃，叫姐姐呢又太放松了。太放松。我觉得不够尊重。你想讲叫姐姐呢，这面孔太老了。叫老师呢太年轻，对不是？叫姐姐呢好像太放肆。我觉得不够尊重，就是讲，对吧？那么我想来想去叫啥呢？我就想
算了，我觉着妈妈搿只称呼呢是老合适的，因为每个人对自家妈妈呢侪是老尊重的，老亲热的，所以我就说家代表阿拉囡囡就叫上妈妈吧。哦，像朋友一样，像朋友一样，白吧，还是像朋友。白吧，辈分说一下，辈分说一下。白吧。从20浪向来讲，阿拉先从20浪向来讲。于雪峰老师的弟子，学生，侬呢？我的老师呢是金彩凤老师。金彩凤老师呢也是于老师的学生。哦，那么侬应该叫。那么伊妈妈帮金彩凤老师照道理讲呢，应该是师姐妹。那么侬要叫我应该叫阿姨。哦，不对，师太。这个呢，我来做比较。不清楚。这个呢，应该就我们艺术圈的东西都。不是说一定要怎么论资排辈啊什么，但是我跟他们之间关系都比较好。关系就跟亦师亦友，可能对亲如姐妹是闺中密友。哎，好，来，有请两位，请坐。哎，如果是搿能样子。今朝那这个正人婷婷啊，婷婷叫来之后，其实是有重要问题向你考。侬要老实讲哦，说讲每句我一定要。其实呢，我们真心话已经问过我们方老师4个问题，好，都有了答案。现在同样的问题来问你，因为侬跟伊关系比较。好，请第一个推荐回来。那搿能介，我老难做人的，真的。不得讲，侬面对阿拉电视机观众，侬说阿拉看到我勿看到，不要紧。我万一稍微放松，因为我前头讲的侪是真心闲话，我相信侬勿会得讲假话。第一只问题是搿能介，哎丽娜，我想问看侬，就是方亚芬老师是不是个万人迷？请回答。是啊。你觉得？哎呦，侬哪能就觉得城市呢？我越剧从上头到老二的家，到下头门房间啊，阿邵老师就讲侪老欢喜的。为啥道理呢？3个道理，侬总结一下。万人迷也是谁在听，就是讲。谁在听？啥道理谁在听呢？因为就讲马标语，譬如讲是越剧对伐？从门房间到马路高搿眼2分钟的路，伊好走半个钟头。为啥呢？谁要打招呼？啊，人家侪欢喜呀！看到伊在，亚芬侬来啦，亚芬侬叫来啦，侬好伐？就讲看到个人要问一个，看到个人要打声招呼，葛么搿眼路也要走。一段路就侬走只要2分钟，伊要走半个钟头。是万人迷，侪老欢喜。万人迷，确认。你这问题正是。我们亚芬老师，我讲侬有眼神经质伐？伊讲有的，侬讲呢？有啊。他是不是一个神经质？为啥？哪能有神经质？我觉着演员侪有眼神经质的。侬有伐？越是好的演员。越是神经质，侬觉得神得结棍伐？我神得勿是老结棍，所以讲我还勿是老好的演员。侬觉得具体？我还向妈妈看齐就是。哎，侬举个例子，㑚妈妈哪能神经质法子？我觉着妈妈辣台下头呢，侬譬如讲要排戏之前，伊台下头会得老开朗、老兴奋的辣讲桩事体，只要导演一讲亚芬排戏了，伊啪2秒钟里向伊就进角色了。譬如讲祝英台，伊马上就祝英台了。譬如讲响铃手，伊就马上响铃手了。有辰光搿响铃手祝英台会得跳出来伐？勿会。两兄，手机帮我接搿位伐？搿勿会。他对待艺术上是排戏的辰光绝对勿会。跳也跳不出来。留来我这问题，他演员就不搭嘎了。有问题了。就是方亚芬老师在生活当中，她是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？来，请回答。请回答。我觉着，侬想想好再讲。不要想了，应该是。樊婷婷为什么会给出与方亚芬完全不一样的答案呢？广告很短，马上回来。哎，侬哪这么碰的？啥应该真的了假了？侬要讲道理。真的啥道理呢？因为我觉着我是从啥地方看的呢？我是从亚芬妈妈看伊平常对伊拉学生子、对老师的搿种态度来讲。侬譬如讲像搿趟阿拉袁老师的专场，对吧？交关全国各地的学生侪到上海来，伊对伊拉照顾了老好啊。天天吃饭侪是伊买单的，我也吃过伊蹭饭的，就是讲天天买单。照道理搿事体侪是应该越剧院的事体，侪是阿拉院里向负责。但是妈妈为了更加就是讲拿伊拉照顾好，伊天天老关心伊拉个。伊老想得着个，侬现在讲的搿只问题，帮阿拉刚刚答案勿一样。刚刚阿拉方亚芬老师自家讲，她不是个称职的妈妈。侬讲是个称职的妈妈，侬是通过伊观察对其他人，而不是伊直接对儿子。对呀。那么侬为啥好得出搿能样一个结论？那么我啥道理呢？我觉着妈妈的爱应该侪是无私的。因为我觉着如果讲伊拉儿子讲妈妈，我需要侬为我做眼啥事体，或者哪能，我想阿拉亚芬妈妈肯定会得
两肋插刀了。其实很多东西心里面有一种内疚吧，因为毕竟对孩子照顾的比较少，所以说，希望通过今后的方式方法，他能够理解，那是最好。好，我们再来问。我相信他现在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，等到他那个世界观形成，有这么好的一个妈妈，这个儿子肯定是不错的，他也肯定能理解。他肯定会。我相信我儿子他会明白，因为他平时他对人对事他都很懂事。我们再来问第4个问题，这个方亚芬老师是不是一个马大哈？请回答。丁丁回答。要看。你一趟好了挂了，要看，侬哪能看？艺术高头绝对 OK。西高生活当中哪能马大？不要哈，不要哈，不要紧，我自家曾经马大哈。譬如讲朋友聚会也好，大家一道吃饭也好，对吧？要看伊状况，伊只要状况蛮好呢，伊可能就是老早就到了。状况不好呢，侬大概一顿饭吃了差不多，伊人也不晓得啥地方。忘记不会忘记，就万人迷侪定了，就是。去老多是吧？对，2分钟路要走30分钟。哎，就一些电话来了，一些有事体了。就一直电话打拨伊会的，等下2分钟到了，侬有可能这2分钟要等2分钟。来了，可是今朝是阿拉刚好现在录节目，所以老早就来了。今朝老正常，啥道理？因为那张快乐三兄弟。所以我讲要看的。要看的。放到搞艺术了。搿绝对不会得马大哈。非常严谨，对吧？艺术上非常的好。阿拉老开心，三兄弟能够请来了方亚芬老师、他范丁玲做客。对呀，阿拉了解了一个多姿多彩、非常立体的方亚芬。对啊，其实他不但是万人迷，而且也是个马大哈，而且是神经质。他对艺术是非常的执着，对，相当的眼睛。最关键，他真正的继承了我们袁老师的遗志，能够把我们的原派艺术发扬光大。对，我们非常的高兴。那么阿拉就会激动，所以讲阿拉三兄弟要代表所有广大的戏迷，送给阿拉方老师一首歌曲。音乐，就是侬刚刚唱丁欢喜搿只歌了。女人爱潇洒，男人爱漂亮，男女老少侪迷上了你。包括几标。方亚芬侬潇洒，方亚芬侬漂亮，老戏迷大学生侪人问地道。高兴。方亚芬越怕传人，白相唱功样样好，乐队舞台浪向真正的骄傲。一个转身，一个亮相，一段唱，一个出场，队伍戏迷统统侪迷倒。男人爱方亚芬，男人爱方亚芬，做女农跟上一层楼，越来越好。做女农跟上一层楼，越来越好。谢谢方老师，特别的您。今朝快乐三兄弟就到此地，让了明朝夜里6点钟不见不散。很多东西可能很多人收了很多弟子，但是他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教他们，这种关系你说是有名无实的。所以说我跟老师之间我一直敬崇老师，尊敬老师，也非常喜欢老师。所以说同老师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这种师生的，有时候老师他会跟他的几个孩子都说，我们更多的像朋友。有时候实际上他平时是个非常风趣也非常幽默的一个人。侬不刚说阿拉应该不像，因为想看到于老师肯定。比方说我们那个何赛飞现在到滑稽剧团了嘛，对吧？那有时候我跟我老师开玩笑，逗他开心嘛，他就会跟旁边的人说：“哎呀，越剧院现在是不是缺少小花脸？要是缺的话，我这里有一个。”哦，叫我搞小花脸去。哎，他说有时候他会说。我看你晚上到滑稽剧团去吧。我跟我老师讲，老师已经有一个人去了，我再去的话，那是更加的滑稽了。这方老师呢，伊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善于开玩笑的一个我们的老师。搿一点呢，伊是继承了阿拉于老师的一个幽默。侬意思伊属于侬不要看阿拉于老师，有辰光是不苟言笑，但是伊生活当中伊是一个极其有得幽默感的人。伊有辰光用老精辟的闲话，就道出了当中非
非常睿智的这么一个歌。有趟子，有趟子，人家到北京去开文代会，那个是一个盛夏的时候，盛夏的时候呢，进电梯，交关代表侪进电梯，搿只电梯没空调，热得来是不得了，三公样子蒸笼，把门一关，鸦雀无声，大家侪这里，请上来的嘉宾不是别人。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，头发长长的，一个小姐。哎呀，这个小姐。曾记得当初与你初相逢。那我拍手了呀，有点。唱了就难听哦，我咋唱不成？侬唱不成。请来的嘉宾啥人？请来的嘉宾嘛就有出门，就是那个原派传人，我们的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方亚芬老师，有请。哎呀，这位兄弟好！今朝压力，有父母官来了，有请。哎，那发言吧。方老师跑进来一种台风哦，气质到底两样。搿到底艺术家？哎，刚刚伊来学侬像不啦？我觉着一眼也不像。不是，我这个抛砖引玉，阿拉种么是大型的。侬知道。讲起阿拉方老师呢，阿拉是语派传人，是阿拉这个知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老师的一个关门弟子。其实方老师和于老师的关系应该是老近的。马上就要失去。帮阿拉讲讲，就拿师生当中有啥个发生好不相的事情。其实阿拉观众朋友们才晓得，很不幸的袁老师呢，在不久前离开了我们。对，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想念他，也非常的怀念他。其实呢，在各大媒体的报道当中，都说袁老师是一个对艺术非常的执着、非常认真的一个先生。而且，因为他这种执着认真，甚至而平常生活当中，也拨人家比较严肃的感觉。方老师，侬作为一个关门弟子，侬是感觉？侬看这面孔严肃得不得了。刚是我讲的，阿拉老师没开过门，也不存在关门。啥意思？因为他从来都有一个对自己的一个规定，就是从来不收学生，就不收名义上的学生。他就跟我讲，他老师可能很多人啊，一定要集中精力，更喜欢我在舞台上面的形象。不，我欢喜侬生活当中。那就是你们三人里面的，就是平时对我。本人的生活不是对西米来，他更喜欢的是在舞台上面的我，所以他说的是老少通吃的问题，就是可能在舞台上面。欢喜侬舞台上的形象，那么如果延伸到生活当中，大家就觉得侬就是讲有距离感了。这要这么说，他们喜欢我舞台上的形象，但跟我接触了以后，更喜欢我生活中的形象。还是承认了，对吧？还是欢喜生活当中，因为生活当中是真真切切、实实在在的我。喜欢舞台上这个唯美的形象，更喜欢生活当中他的真情流露，实实在在的性中人，流来浓了。哎，我老早应该是我先问的。侬晓得我今朝啥天介激动吗？啥天？方亚芬老师，伊台浪向。这种演技，这种艺术的表演，我相当的钦佩。第二，伊台下头的卖相，我更加欢喜。一般的大家是应该神经质，我要铺垫好，要神经质。有辰光会得，哎呀，老开心。有辰光，有时面孔就背起。我发现方亚芬身上好像有眼神经质。就是讲侬问方老师有没有眼神经质？我觉得有。实话实说，真心话。看到伊面孔背起。实际上。我们演员在台上，一个是忘我的，一个是要有我的。就说你在什么角色里面，如果叫你演一个神经病，你在台上不神经病，你像神经病吗？我现在到现在想不通，我第一趟看到伊，我老阴茎的。哎呀，方老师，侬吃个饮料吃不吃？这面孔就不吃。那么搿是伊勿大开心的辰光，我勿晓得。那么在汤汤的，搿辰光于老师他讲了一句，引得人家哄堂大笑。哟，这个倒是全剧的。搿句话刚好是所有人，搿张天啥人讲拨我听的？王志刚老师讲拨我听。哦，伊写了报纸了。哎，阿拉看过的。刚刚呢，阿拉认识到了这个袁老师的另外一面。对，阿拉方老师讲了这个呢，而且讲侬是内外不是很统一。所以说人也是这样的，他有快乐的一面，越是快乐的女人，她可能也会有一种非常脆弱的一面。那么方老师啊，今朝机会蛮好，阿拉三兄弟呢也比较快乐，阿拉今朝3颗快乐的心要融化你这颗火热的心，更加快乐的心，让你更加快乐的心。所以我们要来一个
啥个问题？机智问答，机智问答，我们来问问。我们方老师经过过来随便个呀，而且也相当的智慧，好，幽默风趣。他的啥问题侪要问？侬问，但是方老师，侬所有的回答的问题必须是真闲话，真心话，绝对是真心的了。哎，第一个啥？阿拉先问问侬，方老师，第一个问题，好，请问，你是一个万人迷吗？特别是对男人来说，你认为你是万人迷吗？在这么浅的水中，要实话实讲，我只有3人迷。只有3个人，哪能叫3人迷？请我迷个第一个，哎呀，只有3人迷，3兄弟迷我。侬迷不啦？3人迷，迷不啦？个瞎讲，我迷个，问题伊瞎讲啊。那讲侬那迷吧，到底迷吧？迷啊！但是绝对不只是3人迷，但是至少现在有3个人叫3人迷。阿拉我都3人迷。王老师，侬自家有种感觉，你对男性老少通吃有这种杀伤力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让他自己。侬啥子就？感觉我听上去有点贬义的意思。没有，我们绝对没有贬义，这是褒义，绝对没有。是个开心关的，自由的有。开心的光都开心的不得了。哦，哪能干呢？哎，谁？哎呦，叫表演，那侬表演这个王志刚老师，模仿的我认为也能模仿，谁好模仿？实际上，人他就在这里。要做个好演员，他必须要去看很多事物，要从中借鉴一点什么东西。等你哪天需要用的时候，哎，有灵感来了。如果你就像一个人，你存在银行里面钱放在口袋里面，你需要用的时候，你可以随时拿出来。但是如果你口袋里面连钱都没有，你要用的时候拿什么去花呢？对，我们亚芬老师。我再随便讲一句，或者模仿着动作，让他猜猜看你在模仿什么。但是估计这里有20条左右。侬今朝为啥道理介开心呢？这是个另外许孝林啊，这个是许孝林老师。有点像，侬不要讲，有点像。许孝林老师舞龙比较急，那么伊唱歌在歌位的唱了，有一只歌。男人啊漂亮，女人啊潇洒。潇洒漂亮，做衣裳不要做啥。哎了，讲了，里面的就讲啊，讲了，这讲了。王先生，王志刚老师，阿拉王老师走路的，走路了，有点鸭子步。哦，是吧？走两步把他稍微走两步，让他看，难仗自己。有点还是有一这么其实从刚刚短短的这几句话、几个动作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方亚芬老师的模仿能力，绝对是一个神经。所以我也相信哎，我觉得㑚应该神经哎，侬也应该神经啊，大家都大家侪神经哎，可能是阿拉发毛病，毛病不好发的。我刚刚问题，我也有这问题不能再奇怪了啊！我这问题呢，比伊拉稍微要。